您是不是也和许多长辈一样，每天都要吃上2大碗白饭才觉得过瘾？米饭香甜软绵，是我们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可是您可能不知道，习惯吃太多白饭，正在默默让血糖上上下下，对脑血管和心脏带来沉重的压力。根据卫生福利部的提醒，长期大量摄取精致淀粉是台湾高龄族群糖尿病风险快速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家好，我是陈医师，内科临床经验超过35年。这些年，我陪伴过无数长辈，看见他们因为以为白饭是最单纯的食物，结果却一点一滴把身体推向糖尿病。在继续之前，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最新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如果觉得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若觉得没有帮助，就输入0。请记得看到最后，因为我会告诉您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危险临界点。每天超过多少白饭会让糖尿病风险明显升高？那么为什么这么常见、这么传统的白饭会成为血糖最大的隐形杀手呢？我们接着看，白饭虽然吃起来单纯，但它属于高度精致，淀粉进入体内之后会很快被分解成葡萄糖，这表示饭后血糖会迅速升高，胰岛素必须拼命分泌来把血糖降下来。长期这样反复，胰岛功能会逐渐疲劳，血管壁也承受不住。根据国健署的研究，高龄者对糖的耐受性下降，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血糖不稳定。您可能觉得吃饱一点才有力气，但事实上，当血糖一次又一次快速升高再下降，脑部会感到疲倦，身体也更容易感到饥饿，于是又想再多吃，陷入恶性循环。这不是单纯的吃多一点，而是每天在消耗您的血管健康。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变化一开始几乎没有明显症状，您还以为自己只是偶尔口渴或餐后打盹，其实血管和胰脏早已在承受压力。所以白饭不是坏东西，但当它成为每天的主食，分量超过需要，对高龄者来说就像是慢慢积累的危机。那么身体会不会在真正生病之前，先给我们一些小小的警讯呢？这就是下一段要和您谈的。当血糖开始失去控制时，身体往往会透过一些细微的方式提醒您。最常见的就是餐后特别容易口渴，甚至喝了水还觉得不够，有时候会频繁跑厕所，排尿次数比平常明显增加。还有一种状况是吃过饭不久反而觉得疲倦，想要打盹。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年纪大了，而是血糖已经在向您发出警讯。很多长辈以为口渴或疲劳只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事实上，这些轻忽的表现往往就是糖尿病前期的指兆。如果忽略了血糖会一天天上升，直到诊断出糖尿病时，往往已经拖延太久。在这里，我想请您花几秒钟想一想，您或您的家人有没有在吃？饭后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不妨在留言区分享一句话，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您的经验可能正好提醒到另一位长辈注意身体的变化。血糖的变化不会等您准备好才发生，如果持续忽略这些讯号，后果会是什么呢？这正是下一段要谈的重要问题。当身体长期处在高血糖的状态下，伤害不会只停留在血液里，而是慢慢扩散到全身。肾脏要不断过滤过量的糖分，久而久之会受损。血管壁被糖分和高血压同时侵蚀，弹性减退，容易形成阻塞。脑血管一旦受影响，就可能导致中风，心脏的血管受损，也可能引发心肌梗塞。更严重的是，这些后果通常是不可逆的。一旦视网膜受损，可能导致视力逐渐模糊；
一旦肾功能下降，可能需要透析；一旦脑部或心脏发生堵塞，生活品质会急速下降。很多人都是在出现这些并发症后才追悔莫及。所以当您觉得只是吃饭后有点口渴而不在意，其实就是在为这些并发症默默铺路。糖尿病不是一夜之间形成，但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为了让您更清楚地理解，我想跟您分享一位病人的故事，或许能帮助您体会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我永远记得一位68岁的病人，他个子不高不胖，走起路来还算轻快，每次来诊间都笑着说：“陈医师，我身体很好了，就是吃饭特别香。”每天3餐，他几乎都要吃到2碗甚至3碗白饭，觉得这样才算饱。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视线模糊，走路有点不稳，被家人带来检查，我们才发现他的血糖值长期偏高，早已超过糖尿病的标准，甚至出现了轻度肾脏受损。他很惊讶，因为自己不胖，也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只是偶尔口渴、爱打盹而已。那天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原来不是胖人才会得糖尿病。”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在台湾有太多长辈都以为只要不胖就没事，却不知道每天看似无害的几碗白饭，已经在一点一滴地侵蚀健康。后来他努力调整饮食，减少白饭分量，开始加入糙米和燕麦，每天也去公园走30分钟，血糖慢慢稳定下来，但已经留下的肾脏伤害却无法完全恢复。这是一个遗憾，也是提醒。这个故事并不是个案，而是许多长辈的共同写照。那么除了白饭，还有哪些饮食习惯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血糖推得更高呢？我们接着聊。很多长辈吃完饭后总觉得还少了一点什么，于是会来一块糕点、一杯甜饮，甚至一份水果切盘，当作餐后小确幸。看似只是小小的习惯，但对血糖来说却是一剂额外的重击。因为白饭已经让血糖迅速升高，再加上餐后甜点，等于让血糖冲得更高，降得更慢，胰岛素长时间处于高负荷状态。很多人会说，我吃的甜点很小一份啊，应该没关系吧？但事实上，即使是一杯含糖饮料或半块蛋糕，也足以让血糖曲线延长在高位数小时以上。长期下来，不仅增加糖尿病风险，也容易导致体重逐步上升，血压和血脂跟着失控。这样的习惯往往不容易被察觉，因为大家觉得只是顺口或补一点能量，可是对身体来说，每一次额外的糖分都是对血管的一次负担。我想请您花点时间回想一下，您餐后最常吃的甜点是什么？是一杯甜奶茶、一片蛋糕，还是一盘水果？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的分享也许能提醒其他长辈注意餐后的小动作，原来可能带来这么大的影响。餐后甜点只是其中一个推高血糖的帮凶，还有一个常见的生活习惯让血糖更难控制，那就是吃完饭就坐足不动。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下一段来聊。在诊间，我常常听到长辈笑着说，我已经退休了，每天就是看看电视陪孙子，不用那么累吧。可是吃进去的白饭和糖分，如果没有透过运动消耗掉，就会累积成血糖和脂肪，长期下来让胰岛素更难发挥作用，结果就是血糖越来越难控制。根据国健署的建议，高龄族群每周应该至少累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例如快走、太极拳或游泳。这并不是要求您去跑马拉松，而是每天30分钟，5天就能有效帮助血糖稳定。遗憾的是，很多长辈却连每天出门走10分钟都嫌麻烦。
当身体长时间缺乏活动，肌肉会逐渐流失，肌肉少了，血糖就更难被利用，于是血液里的糖只能不断升高。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明明饮食不算太差的人，还是出现血糖控制不良的情况。运动对血糖的影响并不是要等到几个月才看得到，很多病人只要开始每天规律走路，2-3周后就能明显发现，饭后血糖比以前稳定，夜里的睡眠也改善了。这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身体需要动，哪怕只是小小的改变。所以当您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力气，反而更要适度活动，因为越是不动，越是失去控制血糖的机会。那么如果想要调整饮食，除了少吃白饭，我们还能用什么更健康的替代选择呢？接下来我会告诉您。很多人听到要少吃白饭，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会饿啊。其实不是要您完全不吃，而是把一部分白饭换成全谷杂粮，像是糙米、燕麦、荞麦都是很好的选择。这些食物的消化速度比较慢，血糖上升的不会那么快，让身体有时间慢慢调整。在中医的观点里，五谷杂粮被认为能养气血，让身体更有持久的能量。祖母那一代人常常说，吃杂粮比较耐饱，也比较不会虚。而科学研究也证实，全谷类的升糖指数比白饭低，能帮助血糖维持稳定，减少胰岛素过度分泌。举个例子，有位病人原本每天要吃2碗白饭，后来改成1碗白饭加半碗燕麦饭，结果饭后血糖就比之前平稳许多，而且饱足感还更持久。他很惊讶，原来只是小小的替换就能带来这么大的差别。不过我也要提醒，杂粮虽然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有些长辈肠胃功能比较弱，吃太多糙米或燕麦会觉得胀气或消化不良。如果您有这样的情况，请务必先询问医师或药师，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饮食的选择其实就是每天一次又一次给身体的决定。从今天开始，把餐桌上的一部分白饭换成全谷，您会发现血糖变得更稳定，精神也更持久。那么除了饮食之外，还有什么习惯能帮助血糖控制得更好呢？我们下一段再谈。很多长辈以为血糖只是和吃东西有关，其实作息同样重要。当您长期熬夜、睡眠不足，身体的荷尔蒙分泌就会乱掉，特别是胰岛素这个负责调节血糖的角色，白天已经很辛苦，晚上却没有机会好好恢复，结果就是隔天一早血糖更容易升高。研究发现，睡眠不足的人不仅血糖不稳定，还更容易出现食欲增加，想吃更多淀粉和甜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长辈晚上睡不好，白天就特别想多吃几碗饭或找甜点，长久下来形成恶性循环，让血糖越来越难控制。良好的睡眠对血糖控制就像是一个隐形帮手。国健署也提醒，高龄者应该保持规律的睡眠习惯，每天最好在11点前上床，并且尽量固定时间起床，睡得深，睡得稳，血糖自然也比较平顺。如果您觉得自己常常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不妨先从调整生活细节开始，像是睡前避免茶喝咖啡，房间保持安静和昏暗，或者做几次深呼吸，让神经系统放松。这些小动作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作息的稳定就像是一种看不见的药，默默帮助身体恢复平衡。除了规律的睡眠，中医还有一些方法能在夜晚协助放松与循环。我们下一段就来谈谈，在台湾很多长辈习惯在睡前泡脚，或是喝一杯热姜茶，觉得全身暖和，比较容易入睡。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些做法能够帮助气血流通，让身体回到比较平稳的状态。当气血循环改善了，心神安定，血糖自然比较容易保持稳定。
现代医学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观念，泡脚能够扩张末梢血管，促进血液循环，让交感神经放松，进而减少压力荷尔蒙分泌。压力荷尔蒙一旦下降，血糖波动也会减轻。至于姜茶，里头含有姜辣素，能促进循环，温暖身体，对于容易手脚冰冷、夜晚血糖起伏大的长辈，往往有辅助的效果。不过，我要特别提醒，这些方法虽然简单，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像是糖尿病有严重周边神经病变、皮肤有伤口的病人，就要避免高温泡脚，以免造成烫伤。另外，姜茶虽然温和，但对于有胃溃疡或容易胃酸逆流的人，可能会引起不适。这些状况都应该先询问医师或药师，再来决定是否适合自己。总的来说，泡脚与姜茶不会取代药物治疗，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作为辅助方法，能够帮助放松、改善睡眠，进一步让血糖更平稳。那么说到这里，你一定想知道，每天到底可以吃多少白饭才不会太多？在下一段，我会告诉您一个清楚的危险临界点。很多长辈常常问我，陈医师，我到底一天可以吃多少白饭才不会太多？其实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临床经验和研究都指出，一天吃超过2碗白饭，就会让血糖的负担明显增加。特别是对于50-60岁以上的长辈，胰岛素的功能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灵活，过量的精致淀粉更容易造成血糖波动。如果您真的习惯每天要有饭，那么建议把分量控制在1碗到1碗半，剩下的用蔬菜、豆类或全谷来补充，像是1碗饭搭配半碗燕麦饭或糙米饭，不仅能延缓血糖上升，还能提供更多纤维，帮助肠道健康。您也可以透过一些小技巧来减少饭量，比如先喝1碗清汤，或多吃一些青菜，让胃有一定的饱足感，再来吃饭，自然不会吃的那么多。另外，也建议不要边看电视边吃饭，因为注意力分散，很容易不知不觉就多添了1碗。要记得，重点不在于完全不吃白饭，而是控制分量。白饭是传统饮食的一部分，只要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就能继续享受同样的美味，又不至于对健康造成过大压力。现在您已经知道，每天2碗白饭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临界点。那么为了帮助您更牢记这些要点，接下来我会为您整理今天谈到的重点。今天我们一起谈了白饭和血糖的关系。每天2碗白饭看似平常，却可能让血糖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糖尿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从饭后口渴、疲倦到长期的血管损伤，甚至引发中风与肾脏问题，后果往往比想象中严重。但好消息是，方法其实不复杂，少一点白饭，多一点全谷和蔬菜，每天出门走走，让身体把糖分消耗掉，保持规律睡眠，让胰岛素能够休养生息。必要时再用一些像泡脚、姜茶这样的辅助方式，帮助循环和放松。这些小小的习惯，就是守护血糖的最好策略。请记得，每天超过2碗白饭，就是一个危险临界点。把饭量控制好，您就已经为自己的健康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健康需要我们共同守护，能够一起照顾身体，比什么都珍贵。如果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更希望您能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亲友，让关心传得更远。本影片仅供参考，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如果有任何疑虑，请务必向医师或药师询问。衷心祝福您每天都能饮食安心，血糖稳定，生活自在。